无人机是现代战争正重要的战力。中科院今仔日公开无人机8项模拟系统的研发成果，其中无人机 AI 情报中心上届引起关注。针对咱甲美国买 MQ-9B 无人机，敢会当用来整合相关的情报，中科院表示，咱已经做好准备。有无正常的进行起飞的动作？ DVR 显示器对模拟操作无人机，无人机是现代战争标配，也是国军重要部队前战力。中科院导致相关研发是公开无人机飞行模拟器系统、机动型无人机飞行模拟器等8项模拟系统研发成果。我们可以从共同图筛上看到，目前有3架无人机。无人机 AI 精作中心是一个大亮点，导入 AI 科技，有各型无人机及时影像战情看板，会马上分析，辨识串流影像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我们模拟器的画面以及我们现在系统的画面其实是同步做显示，并且加上 AI， 我们可以针对现在的目标物进行目标物的标框以及锁定。动态电视模拟雷恩无人机注意中用空空机飞弹顺风南的动态，真正加入战场态势，强化共同作战路上外界好奇。国军向美国买 MQ-9B 无人机，未来是不是能整合国军无人机体系？军方提出需求，我们都会结合人才。 刚我提到核心技术以及产业的能量呢，共同来协助国军做好相关的系统的整合工作。针对国产的军用无人机进度，叶家环表示，天云2型、瑞鹰2型、红桥3型无人机拢用完成测评军用电视，后续按照国防部需求进行量产部署。大兵在台版金阿岛顺飞弹无人机也到最后测试阶段。巡飞弹1型的无人机的发展哈，那目前都在这个海军营下达了订单哈，那我们在做相关的最后的测试验证的工作。国军这几年强化城镇战训练，中科院也打造城镇战斗场景系统，和官兵 DVR 装置结合，飞机战场导入 AI 技术，提供大兵小部队导入 VR 进行战斗，提高训练的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